仁爱，才会甲拢总的信徒晓悟，迄个长阔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未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伊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以上要请本堂老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超过所求所想，超过所求所想。上帝话行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一切，为着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对人有帮助。咱三甲来祈祷。阿爸，阮感谢你，主你应允阮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圣神就伫阮中间。主，阮有真济毋知影，总是阮叫是阮知。主，阮恳求你圣神，即时启示，即时光照阮，互阮会当醒悟起来，会当照安尼去行，成做阮生命中的祝福甲帮助。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牧师这有3位牧师哦，拢是我的老师哈，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第3月，我想咱拢知，我甲尤牧师甲咱的长老去新加坡本来伫教会最好的心意，就是有福音车伫教会门口会当载阮去机场。总是阮兜的老大，阮兜的大哥讲，包伫我身躯，我带你去，我请假带你去。我讲安尼，若万一塞车要安那？因为7:50爱集合啦，伫个机场要紧。你知影，我拢定定出国，我拢知影要安怎去。是喏，问题是你出国拢车来到门口等你，你也毋捌坐过迄落高铁。咱7年前坐过，你袂记哩？你要去甲考牧师要去即个Judgment House 的时阵，捌去过啊。我带你去坐高铁，然后咱伫遐坐接驳车，你袂记哩？对敢若捌坐过一遍。好，安尼2个就敢若探险的安尼7:50的飞机要等，总是阮5:57捷运头一班车，阮就甲坐去哩啊。坐去要坐啥？去台北车头，然后去坐高铁，高铁哇，足轻松的2个手牵手，行李掼的，去搭高铁，然后要遐等啥物？桃园落车要等啥物？接驳车。佫真早早7点通，不早下午早7点通尔，佫有1点钟，超1点钟，阮就当遐等伫遐等接驳车来，3等、4等、5等那，等到7:35，奇怪，哪会拢无人咧等啊？这个时才想到，敢有接驳车？是啥物车？有机捷啦！我等下啊，即马是几点啊？好，紧嘞，这个时去对，去机捷，较紧嘞，坐电梯咧边紧嘞坐起哩。去站长讲，阮要去迄落，阮要去迄个第2航厦，讲话拢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7:2，你要35啊，你袂啊？7:50爱到，迄个站长就讲安尼好，买票往台北的第几月台？大哥就讲，我才对台北来，你即摆要搁叫我去台北，你敢对啊毋对？对无？对啦，但是大哥自以为我毋是对台北来，即摆搁要叫我往台北这敢对安尼爱偌久？爱25分，搁等7分，根本就安那，根本就袂赴。较紧，即个是安那 ，taxi， 起来甲坐起哩，起哩拖动有拖动无？加停车，车啦无？恁哪会拢知？早起时计程车司讲我甲你讲，加车8:10会到。8:10，哇！我无要紧，我内行的。阮几点到？7:48，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把掌声给我们的主好吗？超车！亲爱的大家，我们自以为知道，一个大哥自以为知道，其实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安那上重这代志大条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怎样还有救，对不对？上个礼拜，尤牧师就宣讲了一个有救的福音，是救恩的福音。他说什么？
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的奥秘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奥秘，所以它是秘密，对吧？不对，奥秘不是秘密，奥秘是什么？那按照原文，它整个的意思来讲，它叫做什么？内幕消息。兄弟姊妹，今仔日主要互咱内幕消息，啥讲是内幕的消息？这有道理的哦，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死迄个是啥物货？迄个啥物布？本来咱伫咧幔子内的代志，咱无法度知呢。幔子内敢若谁会使知？对啊，咱的耶稣就十字架的时阵，死断开正了迄刻的时阵，内幕消息就这样散播给我们了。这叫内幕消息。而这个奥秘，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了解，需要由耶稣自己上十字架，死了复活，让我们体验了这个奥秘，咱才当懂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经过。所以柯文哲呢，伫咧书展的时阵就讲到说求学也是这样，从我们醒悟过来，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我们努力，然后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我们知道都有限咱知影拢有限，知道自己知道只有很有限，可是我们怎么样突破？我们怎么样去领受那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学问上叫做直觉。你捌出国，总是你都有一个信心。你人生的路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你经历很多，这位主耶稣基督陪伴你，你有一个信心，你有个自觉，知道免惊啦。啥物恶担当的代志，咱的主无办法。有啥物恶担当的代志，主无甲咱伫地，因为伊是以马内利的主，所以我就敢靠着主的名，勇敢向前行。咱就会经历迄不知道自己知道哇！原来我可以经历那些我原来不会的事情。是的，我们人生咱的信用都是真济的时阵，我不知道，所以是我错了。兄弟姊妹，咱有真济的时阵，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咱对咱的基督这个好消息福音，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信了主以后，我礼拜天来聚会都有来，我就报警，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我遇到患难的时候，我开始歪啦，我歪甲你礼拜啦，歪搁甲你去啊。因为我信的上帝不是安尼啦，我信的上帝是给我足丰富的，袂给我拄到恶担当的代志。那么，如果你还阁是安尼认捌上帝，真歹势，应也无需要甲你讲。你不知道。信用不是干安尼尔。咱的主因为伊疼咱，伊一定有重要原因，互真济的代志发生伫咱身上。咱无爱，伊要锻炼咱，要提升咱无爱。不是啦，这种上帝我不爱信啦。安尼是你家己损失，因为患难。是敢若一个放生扬声筒，把主的疼放出去，扬声出去，是主的快乐，要互你来经历，互你经历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伫信仰中讲，咱会定定经历这个原来我唔知影我错了。你若知影我错了，有救，咱就斗阵来来经历。我知道，我不知道，主啊，恳求你来教示我。原来我唔知影，无真正认捌主。无真正认捌这个奥秘，原来是我需要透过十字架，我爱背起我的十字架，我才能够，我才会当真正来了解十字架真正意义，真做主温度的意义。我知影的，我尽力来做。当礼拜我的手，若拜六有人看到我，就知影我手敢若会使安尼，连30度我都会痛。总是我尽我可能的，中医也看，西医也看。手也是安那，无法度摇起来，拢安尼，就是很痛。我尽我所能，我知道的，我去医。总是甲拜一的时阵，我爱决定，我有要去保利无，要去看我妈妈，因为我定定爱赶物件。我知道的，我紧啦，反正也无差，不就莫赶，我就去到那里。
你知影我妈妈真古锥，我的妈妈就是失智啦，吼，足古锥，敢若囡仔安尼。我讲我手疼，伊要甲我算好，我手疼，甲我讲傲笑脸，我来，一个安那都安那，安那会好啊？你哪会知？有看我 FB， 兄弟姊妹，咱经历的是，就我知道，我经历，我尽做我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我尽力做，我尽量做，我做我会使做的，安那袂使做的安那，主你来做。主你做，我不能做，我不可能做的，这就是安那主安那，互咱会当经历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我唔知影，我知影呢。主你来，唔是我会当做，是主你来，我就会做。咱会记得，我今年满7年前公布的时阵，咱要爱，咱祈祷1年对无？禁食祈祷吼，迄阵个禁食祈祷哦吼。要青年的团队要爱安那，女的要年轻的要健康的对无？吼，今仔我老师有伫遮，我第一场有讲，毋是看到伊才讲的哦吼。结果安那，老师面拢忧气啊，吼，来个女生好了，可以接受了哈。第二个49岁，还未50岁吼，第三个头一天，阮兜老大就讲，你头一天就爱去甲杨牧师，郑牧师讲哦，讲你小弟麻痹哦，吼，而且毋是一骹尔，是2骹哦，无啥看会出来是因为负得正哦。兄弟姊妹，就我知道的，我凭信心，主啊，不是我能做，是你来，然后咱就会当成就，咱就会当领受迄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咱的今仔日经文，咱小可知影了解。咱拢咧讲以弗所书，拢总6章，前3章是咧讲到十字架顶的安那，咱甲上帝的关系。伊的主题就是合一。主甲咱和好了，咱会当合一，甲主来合一，甲万百姓，不管迄个时阵是犹太人，还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要爱讲到合一，所以是上跟下的关系。所以一直讲到4字，啥物？在基督里，你若去甲算，超过10遍以上。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总是伊来甲要进入第4章，要讲4章在第6章后面的3章是要讲十字架横的关系，甲人的关系，就是主要甲咱讲，毋是咱甲伊好就好啊，无。你爱来甲教会，你毋是讲我咧厝看直播就好，还是我咧厝看杨牧师当了讲的，知道不知道？我咧看网络的就好，我毋免来，毋是。主一遍，搁一遍甲咱讲，咱主就是足重要的，人甲人中间足重要，就是横的关系，咱甲人的中间。所以伫进入第4章的时阵，迄个3章上尾就是今仔日。今仔日保罗要为着以弗所教会来祈祷，今仔经文就是一个祈祷，互咱安那十字架甲人的关系会当安那开始安那。咱讲以弗所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合一，另外一个咧成长。后壁有3章，就是要爱互咱会当来成长，咱要来成长，静待下一季。4月开始，牧者团队咱就要来带领咱，上帝来带领咱，咱要来成长，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今仔经文一开始，保罗伊安那，伊就跪落来到马的面前。咱若知影犹太人的习惯，你去看迄哭墙，大家拢徛的，还是跪的，拢安那徛的啦。所以习惯上，因祈祷其实是站着，是徛的。这个时阵，保罗先跪落去。除了伊心真白白，伊除了伊真急迫，跪落阁有一个意思，就是安那降服。反正我跪落要走较袂去。主啊，你的领袖来，你的旨意来，我若无爱对，我嘛走袂去。这个意思，趋势搁这个角度会当互咱看到啥物？这个代志，上帝要带领你看的，你会当洞察一切先机。跪落啊！主啊，我袂话，你来，你来，我就要经历安那超过我会当所求所想的。而且咱看到，今仔这条经文经节的头前的，迄节是这节哦。所以求恁无得为着我替恁所受的患难来安那累积，
这是恁的荣光。就是讲头前是安那，伊要为教会来祈祷，就是教会真艰苦心讲，即个保罗，阮的属灵的即个领袖。是安那伊会拄着即个恶担当的代志。若是上帝遮尔厉害，若是阮所信靠的上帝是全能的，是安那保罗先生你即马关伫监狱，所以因就安那累志。其实咱台语翻译较好呢，吼，就是现代作文译本讲，你们不要灰心。伫原文意思嘛是讲，遮的人已经灰心啦。咱看到伊祈祷安那祈祷。伊祈祷的词内面有讲咱三甲来祈祷，讲，互我较紧对监狱出来，互我较紧照阮的心意毋好拄着遮恶担当的代志。无，咱的祈祷拢是咱看到保罗的祈祷，拢是因要敬拜这位主尔。兄弟姊妹，当咱跪落来，当咱拄着恶担当的代志，若干看担当仰慕主，学了这位主，咱要经历是超过咱所求所想。咱若是祈祷。大道拢咧看我家己啥物需要我关心的啥物人足细节讲主你著照我安尼我你讲我是爱安尼会使讲，总是你的祈祷若是干无照你的心物件，你著灰心，你著累志，安尼拢毋是。主咱留甲主的面前祈祷，咱仰望主，安尼咱的主是比遐个搁较大，咱的主是比你所艰苦的疾病所搁较大。咱的主是大过遐网罗你的，咱的主是网罗不住的，不会被这些问题网罗住的。咱的主是超过遮的。等者咱要来看一个影片，咱祈祷的时阵，就是敢若战争共款。咱祈祷的时阵，毋是咱的战争，是咱的主替咱战争。这个妇人人，伊为着真侪人祈祷，伊的房间内面搭足侪大道的名。咱看伊安那来祈祷，咱嘛来学。咱的影片是现代版的，总是保罗嘛是安尼，为着伊所关心的人来祈祷。咱三甲用祈祷的心，斗阵来经历。You've done it again, Lord. You've done it again. You are good, and you are mighty, and you are merciful. And you keep taking care of me when I don't deserve it. Praise you, Jesus. You are Lord. Give me another one, Lord. Guide me to who you want me to help. Raise up more that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Raise up those that love you and seek you and trust you.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Lord, we need a generation of believers who are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We need an army of believers, Lord, that hate to be lukewarm and will stand on your word above all else.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I pray for unity among those that love you. I pray that you open their eyes so that they can see your truth, Lord. I pray for your hand of protection and guidance. Raise up a generation, Lord, that will take light into this world, that will not compromise when under pressure, that will not cower, Lord, when others fall away. Raise them up, Lord, that they will proclaim that there is salvation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Raise up warriors, Lord, who will fight on their knees, who will worship you with their whole hearts, Lord. Lord, call us to battle, that we may proclaim you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 pray these things with all my heart.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亲爱兄弟姊妹，起来吧！我
们起来为我们所关心的人来祷告。要安怎祈祷？咱就是仰望主、恳求主来引带咱，互咱知影要安怎来为咱厝的人来祈祷，是咱伫主的眼光来看。主安怎教导咱要安怎来祈祷，就是来祈祷主耶稣基督伊的即个内涵，真正即个奥秘是啥物？即个奥秘是咱爱背起咱的十字架，咱才知影即个内幕的消息，咱才会当经历。因为咱内面，伫咱洗礼的时阵，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已经伫咱的内面，但咱就爱来祈祷，祈祷，互咱无看咱家己，是看咱内面即个圣神，内面住伫咱内面即个主耶稣基督。即个主耶稣基督是要大超过咱，毋好咱家己要做主，毋是，是咱的主。来在生命，若是强过外在的，外在就是做大风、做大水，咱嘛感觉安那无摇动。因为伫咱内面的比外口更较大，兄弟姊妹，咱就爱来明白这个，咱就爱安那来经历，咱才当经历主要互咱的应允。咱三角来读这个经文，请。就是伫天顶地下隆重的家，对伊来号名，求伊照伊荣光的富有，对因的神用权能，互恁心内永驻。我祈祷对恁的神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根基的伫家己。仁爱就是咱所有的仁爱，是有根基的，毋是无根基，是记伫圣经内面，毋是咱家己想象的，毋是咱自以为是，咱根本咱毋知影，咱毋知影的代志，咱自以为是安尼来敬拜主，毋是，咱要按照真理，按照上帝的听来祈祷，来成长。保罗伊一生。受到真大，当礼拜有无书嘛讲，伊信主了后开始传福音，伊其实受到真济的困扰。总是伊还佫会当安尼来信用告别。伊讲我内心却是一天比一天佫较深，我内心安那有大有快乐，我的内心是比外口的佫较大。就是保罗佫一遍来见证讲，咱若是享受伫主耶稣的听，咱的目睭聚焦在神。聚焦在这位是安怎的上帝，安那咱就内面的这位耶稣基督就会勇壮起来，咱就会当靠着主耶稣的快乐，咱会当安那会当去经历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安尼，这个听是偌济，哇，这个听是长阔远深，咱无法度去测度会听。主真奇妙，主伊是久久长长历史中，伊拢一直伫地。甚至伊佫看到安那，伊拢听，伊嘛听中国大陆内底，嘛是听咱的敌人，嘛听咱所去的，佫较听咱所听的。所以你心内烦恼，主边你安那，主无烦恼，总是伊边你佫较有快乐。主是徛伫悬悬的，所以伊的听是有安那，有主爱管过这个天的，伊看伊的位置，边你我安那佫较明白。兄弟姊妹，你若咧做决定，我要读这个，搭一个死，我要做搭一个工课，我有爱换工课无？我应该安怎做？咱的主徛上悬的所在，伊真知影未来的先知。你毋通求别人，你爱求唯一真神上帝，伊才知影方向是倒位。兄弟姊妹，方向是毋是比速度更加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所以你即马走了紧慢无重要，重要是你是走对位，重要是毋是你方向是对的。兄弟姊妹，咱的主嘛真知影咱心内。我有一个姊妹，伊家己一个人信主，总是因兜伫个一个庄脚的所在。伊甲因爸爸讲，我洗礼，因爸爸足气的，讲你若要洗礼吼，你就免倒来即个厝啊。总是伊搁去台北上班的时阵，有一天接到消息，因爸爸过往，哇！因遐兄弟姊妹足济，因遐阿姑阿伯，哇，就甲雷骂，讲就是你去信主啦，爸爸互你气死的啦。当伊要转去的是讲，你还阁毋跪，阁毋举香，互你上尾一遍的机会。敲电话中甲讲，你转来你一定爱迄落，一定爱跪爱拜。
伊主持阮斗阵来祈祷，要安怎祈祷？主啊，这个困难你知，你徛你上悬的所在。主啊，你是上深的，你知人的心意。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你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你拢听，你是超越阮所看的世界。主啊，你来掌权。过段讲伊就转去，就开始咧办遐个代志。突然因阿兄突然间对头前徛起来讲，因的迄个道长遐，因的迄咧主持的，就甲因阿兄咬耳朵，讲有对顶下来的意思，恁第几个迄落妹妹，伊等者毋免跪，毋免举香，因为伊的心意，恁的爸爸已经收到啊。兄弟姊妹，这是人袂话，总是主会听话，互伊解决了安那，伊烦恼拢免烦恼啊。因为伊会听嘛，安那，互伊一个足大的安慰。原来爸爸也是听我，而且爸爸安那接纳我是真做基督徒。兄弟姊妹，这就是主会听，伊会当所做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总是你也看到这个祈祷的经文，你会搁一遍有一个疑问：啊，讲既然上帝是遮尔大的、遮尔伟大，啊，使搁我祈祷？啊，伊就遮伟大，使我祈祷，我祈祷无伊也袂讲，因为我无甲祈祷，这个主就无遐厉害啊。兄弟姊妹，伫 C.S. 路易斯讲，咱的信仰中间，毋是干那神学甲圣经，实际上甲咱的性命是关系，就亲像安那一个地图甲国家是有关系。你若干那看地图，你会使讲，我已经去过新加坡，甲游牧师因去袂？你袂当安尼讲，你袂当看到安那圣地之旅，阮分享的相片。游牧师常常会讲，已经去圣地足侪遍的，咱嘛拢有看到遐内面的相片。总是你若家己无去，你袂使讲啊那，你甲伊有关系，你袂使讲你去过圣地啊。同款，这个信仰，你若是无透过祈祷，你若是无透过去经历这个信仰，你甲主的关系真浅，无关系，而且对你来讲足可惜。因为你实在有主要互你，而且只有你会当完成的任务，总是你无去用，你无法度经历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伫1986年东德的所在，有一个真少年的牧师，伊真爱查经，就亲像咱即马有加拉太查经。有真侪人斗阵来查经，总是因无咱较侪人，因敢几个人，一个牧师带2个，因为即2个因3个安尼对，踮遐查经。查一个，因为东德啊是甲即马中国大陆一个有的所在共款，因共产国家，因会使互你做礼拜，总是有监督的，你袂当搁另外聚集祈祷会啦、查经袂使，总是即个牧师甲2个兄弟，因就来查经。1个月过去无代志，2个月过去无去互查封，无来甲因掠。因每一遍查经了，拢用即句话做因的结束。咱三甲来读，请。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的有光照因。因安尼1年过去，因拢总甲伫要第3年的时阵，因内面都有一个兄弟讲。啊，咱干那读这个经则读要3年啊！啊，咱会当来做啥物？咱要转去，因为东德迄阵啊，拢还阁足封闭的。啊，无咱安尼摕蜡烛，好无？因为安那外口拢暗暗，咱若摕蜡烛，咱就是安那，就是大光，几好哦。所以因3个一人摕一支，啊，就出去，转去到因厝的。哇！大家看到伊个蜡烛安那？啊，我嘛想要举，恁敢有无呢？所以因就决定后一遍。因搁聚会来查经要转去的时阵，因虽然因摕1支蜡烛了后，家己搁炸几支？3支。所以每一个人出去搁炸3支，所以因搁出去的时阵，拢总有几个人会当摕到蜡烛？9支。啊，因就甲因讲：啊，恁若吼去行的时阵，搁准备3支，好无？哇，安尼是几支？算袂了，兄弟姊妹。当算袂了的时阵，遮济，几十万人，你有想到这样代志无？这是在倒东德哦。
共产国家会使凊彩互你组织的？当然袂用的啊！这个是迄个政府开始安那压啥物出来啊？请要怎样震爆？讲恁这开玩笑，哪会使互恁聚集？佮压一支蜡烛，当迄个命令下去，要断家的时阵，那个执行的人安那气袂落去。讲嘛真奇妙，迄个政府无偌久安那落台，咱嘛知尾啊，那个东西德伊个墙安那围墙安那，所以这个是足有名的革命，或者啥物革命？蜡烛革命。兄弟姊妹，若伫咧咱的信仰，咱讲这叫做安那主的大光，超过咱所求所想。三个人早经是要创啥啦？有效无？当然嘛有效。上帝话是够真够活。对等了遐的超过遮执政掌管者，兄弟姊妹，咱的主是互咱通好靠，互咱内面会当有气力起来。这原文意思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圣灵。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伫咱内面，咱内面的气力就会当有强，那就会当有力量，就刚强来壮大。而且，若是咱愿意，主一直伫咱内面，只是咱是家放咧大的，还是咱家放咧小，无互伊出面。兄弟姊妹，愿咱的性命拢互主的听，主的福音的真理来建造，互伊来渗透咱，互咱规人，毋是干规人规心，毋是干那礼拜伫遮尔，毋是咱兄弟姊妹自尽尔，是渗透到咱的生活中每一个所在，活出迄个香味，活出上帝即个基督福音的奥秘，即个福气，互咱真正得到满足。会当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对人，会当有帮助。咱三个来读一句刚好，请。因为活命的神的法，伫基督耶稣已经抛放我脱离罪甲死的法，是咱已经脱离遮的，但咱已经自由，咱自由，互主来掌管，互主来最大，敢好？阿妹吗？你毋通家己去应付。咱袂话，人讲我所有话，就是讲我甲圣经好好读，我按照信心，上帝互你的信心，做你会当做，做你能做的，你不能做的给上帝，上帝做你不能做的，交给他，交予伊，安尼咱要来领受一个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一切会当应跟上帝。这个确信是主耶稣家己讲，嘛是咱今年度的主题，咱伫外口迄个度共款。耶稣讲，伊是真的葡萄树。咱若连接伫伊，咱啥物拢会，但是咱若离了伊，咱啥物拢袂做。这就是咱的一生，咱定定拢咧这个过程啊！我毋知影啊，我错了，主恳求你来帮助。主啊，我靠信心，我就会当安那经历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这个教堂毋是要讲基督教的教会，是要讲天主教的教会。有一个神父是法国的神父，伊有一天向警察抓去，要向控告伫因的即个教会内面咧煮饭，咧做迄个园丁内面的一个女仆，死咧花园内面。啊，有各种的这个迹象、证据拢指向这个神父奸杀他。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去了后，这个神父嘛请律师，总是安那证据拢讲安那神父杀人，所以神父向抓去一个监狱。啊，这间教会因为这项代志，过当主日就无人要去这间教会，讲这间教会安那不应该，大家拢爱去这间教会，所以教会的名安那被安那被羞愧。去甲家人，咱嘛知，陈柏雄牧师捌分享，你若是性侵的，向抓去个监狱，你一定会互人安那，迄个去住喺内面的即个一定会互欺负。所以这个神父嘛，住喺内面先向安那向欺负，因为人讲安那，你是真生，你这个神父你是真生，啥做这种代志？这个神父头啊，人拢无爱伊，尾啊，因为伊会晓即个医学医术，所以若破病的，伊就人斗3工。到尾啊，即个神父会当主持伫即个监狱内面主持啥？一个弥撒。有
有一个少年的拄啊去互关入来，拄啊入来的，啊伊看到神父吼，啊就安尼一直甲认，啊有一天吼，再入来无偌久，佫甲人相拍，手拍断去，就爱神父甲伊毋肯互伊用，毋肯就是毋肯，但是啊那典狱长无要互伊做主啦。你若无伊即马，你若死伫内面要安怎？所以伊就叫一个神父甲伊。当时神父逐遍甲伊的时阵，伊逐遍拢安那，挖对边仔去，啊一个喙安那，哇，足气神父的。伊好唱好了后，复活节弥撒，即个神父咧教堂内面举办，然后互因合做啥物啊？认罪的祈祷，迄种做安尼，我袂晓讲咧。即个就是讲家己的罪吼，告解吼，告解了后，即个青年就那大哭，讲足大声话讲，是我杀迄个女仆的，毋是即个神父，就是即个，所以伊毋敢面对伊。兄弟姊妹，即个神父为着即个罪名判偌久？排足久啊！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中，咱有可能为着信仰缘故，咱向误会，咱可能感觉足委屈的。啊，我若毋是即个意思啊，总是哪会安尼？兄弟姊妹，你若有看到青年，即个见证伫第几啊？伫第9页，我昨伫青年嘛有讲，我过去引出来的青年，伊有一天伊感觉讲，伊来甲我讲话，伊感觉。足受伤的，又气我足久的。兄弟姊妹，咱有通是因为咱服侍，咱若是做毋对，会使讲抱歉。咱会去用委屈，总是主有一天要安那，要替咱伸冤。这个神父因为这个机会，你看苦难是真奇妙的代志。苦难，伫 C.S. 路易斯讲，苦难嘛是安那奥秘，也是奥秘。你去经历，你才知影这个内幕的消息。你才知影，哇！苦难原来是真的是化妆的祝福，真的。兄弟姊妹，咱的主拢知，伊嘛会当成就超过咱所求所想。所以这个神父尾也拢无出家，政府要叫伊拜托伊出去，伊嘛无，伊就敢若咱的陈柏雄牧师，伊就住伫内面，伊讲这个所在上需要听，伊真做迄个所在全人的医治。伊人的身躯嘛引带人来信主，兄弟姊妹，当咱嘛要，搁一遍来用咱的祝福咱的诗歌，咱嘛要来到主的面前，咱要用这首诗歌唱做咱信仰的告白，而且咱要来为咱心内所想的这个来祈祷，请咱起立，咱要来唱这个歌来回应。星星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星星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星星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星星来充满我心，让我真心感谢你为的主爱，求主的爱充满心。感谢你为了主爱，求主的爱充满心内，求主用你星星来使阮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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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谢你一路的恩爱，世界的良心幸福。让我真心感谢你一路的慈爱，世界的良心幸福。求主用你星星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星星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星星来找我出去，求
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应允阮，靠着你，主，阮就会当成就阮所无法度成就，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会当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主，你真知阮内心，主你知，你嘛知意，主你嘛是全能的主。主，当阮可能是还搁伫迄个无共款的阶段，主，阮好心像敢若毋知，阮嘛好想敢若知。主啊，你拢知。主，利用你的慈神爱所，亲身来扶持带领。感谢你，互阮搁一遍确信，互阮搁一遍知主你听阮，你无离开阮，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阮感谢阿罗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愿徛伫这个时阵，咱要来对思孝念咱的亲人，会请沈世成兄弟来代表来献花。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你会通学了主，感谢主讲，互我的亲人有机会来认识你，让我的亲人有机会来认识你啊，得到这个永远的救恩，会当伫天顶享受永远的福气。咱要咱开声来感谢学了主，我会通徛伫遮，用心用神伫遮来学了敬拜。因为咱知影真理，咱知影耶稣的救恩，所以咱毋免搁再用遐个香，用遐个三牲来祭拜。因为咱知伫真理内底，咱是有毋望；伫天顶，主为咱备办一切。咱开声来祈祷，咱来对思孝念咱的亲人。亲爱的主，阮感谢你，赏赐阮有好的信仰的前辈，信仰的时代，因伫主内底，感谢留落真水的脚步信仰，互阮会通伫遮来军队。感谢阮这个时阵，阮也是心内伫慕道，伫追求，恳求你帮助，透过主圣神的感动。互阮知影，伫耶稣基督内底，阮有永远的福气。主，你也应允讲，有一天搁要引带阮倒转到伫天里的祖家。所以，互阮知影伫真理内底，阮是自由的。阮无搁再用这个三牲四果伫遮来祭拜，用夜香伫遮来对拜，是用真神、用诚实伫遮来敬拜你。互阮的对思孝念。感谢主，你赏赐阮活命，你是阮生命的源头，互阮会通对思靠着主你的恩典。求你也保守看顾，因为你应允你所疼的囝儿伫天顶永远快乐，永远伫遐享受你所有的福气，也互阮会通有一天，当伫福气伫天顶，搁再相见。伫阮活地时，阮用听用行动来关心伫阮四周的人，活出阮的时代人因真水的信仰，伫这个生活中间来表达出，来显明出上帝你的听阮伫你面前的感谢、恳求、甲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这请坐。Hello。这时，咱要来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基督的心来表达。